这你的是那个车子的轴承吗？好像是那个衔接的地方呢，前面部分、后面部分衔接的地方，看还可以转动啊。有个中央那个功能就是轴承，然后可以转动方向转动。那个生锈的地方很难拆开，要喷油，左右扭动，好像后面的影片显示了。哦，这个太难拆了，一个用喷火枪翻过来，从后面拆的，用喷火枪喷，把那个锈除掉以后才有办法扭开。